上一集同大家去咗札幌近郊嘅定山溪浸溫泉，今集就會同大家翻嚟札幌市，同大家行札幌市幾個必去嘅行程同景點。我哋而家嚟到札幌市近郊一個景點啊，就係呢個楊枝優展望台。咁其實都唔係好近郊，其實就喺市中心嘅邊緣嘅。咁嚟呢度咧非常之方便嘅，就坐呢個地鐵嘅東風線啦，喺呢個福往站就再坐巴士啊。呢個巴士咧就大概10分鐘之後就上到嚟呢個展望台噶啦。咁啊一落車就會有個售票處可以買飛嘅，就1000yen入場券。咁佢春夏秋冬都有活動嘅。咁我哋就同大家介紹下冬天嘅活動。我哋嚟到呢度呢，就會有個展望台，喺呢個展望台後面呢，我哋就會見到有人喺度滑雪咯。我記得我之前睇介紹呢，都係話係 for 新手，係啊，跟住仲可以兩手唔使帶任何裝備嚟，因為佢本身係有嘅。其實呢個位係超靚咯，因為可以望到一大片嘅雪景。楊枝優展望台其實算係俾細路玩嘅遊樂場，但係對於呢啲我哋平時見唔到雪嘅香港人嚟講，滑下雪兜已經好好玩啦。我哋而家嚟玩呢一個係叫咩啊？橡皮胎啊！我哋喺瑞士玩過，我哋之前喺呢個瑞士少女峰玩過一次，但係唔同喎，因為佢嗰個少女峰嗰條斜路係斜好多，即係唔係斜啲啊，係長好多，所以好玩好多。咁呢度就短啲嘅，咁就當係一種體驗啦。咁呢個位置一落車咧，已經見到好多雪人嘅。咁原來係可以砌雪人嘅。咁砌雪人就梗係唔係用徒手砌咁簡單啦，係有工具咧輔助大家砌雪人嘅，所以先可以砌到咁靚。我哋今晚喺札幌市住嘅酒店係呢一間嘅遊園溫泉酒店，咁佢係一間咧相對比較高級少少，主打溫泉嘅旅館嚟㗎。咁啊房唔多嘅，咁所以早啲 book 啦。呢間酒店咧就位於呢一個嘅大通站啦，行大概8分鐘嘅路程就嚟到㗎啦。雖然遠少少，但係成間酒店係非常之舒服嘅。酒店房咧就採用呢個木系嘅設計㗎，成個氛圍都非常之舒服。而飯店嘅下面就設有溫泉，仲有焗桑拿同埋露天風呂。而最驚喜嘅就係飯店嘅早餐，竟然市區酒店唔係食自助餐，而係定食。成個餐設計得好有心機，甚至好過好多溫泉酒店啊！呢個早餐已經值100分。今日我哋嚟到札幌市啊，同大家行幾個札幌市比較出名嘅景點啊，特別冬天係必去嘅。首先咧會同大家去呢個北海道神宮，之後再去呢個圓山動物園啊。咁呢兩個景點咧其實喺同一個地方嚟，都係喺呢個圓山公園，所以我哋就可以一次過行晒呢兩個嘅行程嘅。交通非常方便，坐呢一個嘅札幌地下鐵東西線喺圓山公園站落車，然後我哋行入去公園得㗎啦，大概行10分鐘到。我哋一出站就見到好多指示牌，咁呢，我哋就去3號出口嗰度出去。出站出嚟見到其實周圍都有積雪嘅，不過中間馬路啦同埋行人路呢係已經鏟咗雪㗎啦。右手邊呢就有間係食湯咖喱，好似喺北海道嚟講都比較出名。我哋嚟到圓山公園嘅入口。哇！裏面係勁靚，一片白色啦，跟住係未鏟雪，因為出面呢俾人鏟晒啦啲雪。
但係呢度係冇鏟過雪㗎，超靚啊！北海道神宮咧係成個北海道地區最高級嘅神社嚟㗎，以前叫做札幌神社，不過之後就升格為北海道神宮。咁神宮係主要供奉北海道嘅3個開拓之神嘅，而裏邊咧亦都分為幾個神社嘅。一入到嚟第一個就會見到呢一個嘅開拓神社。差唔多去到本殿前面咧，呢度有一間叫做神宮茶屋嘅，咁佢係食嗰啲福餅嘅。呢度有好多人喺度排緊隊嘅，不過我哋時間唔夠，所以就冇。嚟呢度咧就係呢一個嘅神宮嘅本殿啊，前面咧有個表參道，呢個表參道咧兩邊都有各式各樣嘅攤檔嘅，有啲似我哋喺京都咁樣，所以大家可以喺度食下嘢，好似有啲雪糕啊、肉桂咩廣島燒都有喎，雞皮喎。我哋買咗幾樣嘢食，但係之後有啲後悔，因為原來呢度嘅攤檔相對比較遊客化，味道都係麻麻。北海道神宮係北海道嘅能量景點，所以人流非常之多。嚟到新一年，唔少民眾同埋遊客祈求新一年工作同生活都順順利利。呢度仲有好多精美嘅御守可以買到，仲有好多好得意嘅抽籤。由神宮行去圓山動物園大概20分鐘路程。嚟到呢一個嘅圓山動物園入口，咁呢度就可以買飛嘅，有機或者 counter 買飛，800 yen 一個人。今次北海道旅行冇辦法去遙遠嘅旭川動物園，所以先同大家行咗圓山動物園先。成個動物園都幾多樣化下㗎，有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動物。呢一個係南非嘅狐獴。而最重要嘅當然就係睇企鵝啦，我哋已經去過好多唔同嘅地方睇企鵝啦，希望有一次真係可以去南極睇企鵝啦。呢個動物園仲有雪豹可以見到啊，非常之罕有。雖然我哋都去過好多唔同地方嘅動物園，但今次係第一次喺雪地度行動物園，成種感覺非常之不一樣。睇下上面有冰嘅，喺冰下面度睇。佢嗰個結晒冰喎，真係好凍喺度。不過呢度應該營造呢個北極嘅環境，真係啱啱好。係呢個北極嘅海獅啊！而成個圓山動物園最出名嘅動物就係呢一隻北極熊啊！佢係位於動物園最遠嘅位置，呢度嘅人流非常之多，好多人仲拎埋長鏡頭嚟影添啊！嚟到北海道最重要梗係食蟹啦！我哋嚟到位於梨小路二條市場附近嘅一間蟹店，蟹之加藤札幌店，食呢一個蟹宴。差唔多夠鐘要返香港啦，不過喺我哋去機場之前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景點未去。最後呢，我哋會同大家嚟一個神社。呢個神社呢係最近非常之熱門嘅。咁其實佢本身係一個好細嘅神社嚟啫。咁呢一個就係札幌樹蛙神社啊。但係因為最近推出咗一啲好靚嘅御守啊，所以吸引咗好多人嚟。咁我哋所以就同大家去睇下。呢全部都係啲冰嚟㗎，一條條冰喎。我哋發現原來呢個神社係非常之熱門嘅，因為我哋入到嚟咧，裏邊有成30幾人喺度排緊隊買御守。
大家睇下。多人過琴日咯，因為佢細啊嘛。係啊，多人過琴日㗎。呢個係咩石嚟㗎？願望。嗰啲願望石。呢一嚿石應該係有啲似我哋之前喺呢個宮崎見到嗰個石咁樣，即係如果你係嘅願望係容易實現嘅咧，就會嚿石好輕；如果個願望好難實現咧，就會好重。哦，係咪咁嘅意思啊？係啊係啊。好啊，你試下，重唔重啊？咁重嘅？咁樣好難實現啊！本身就係困難重重㗎啦，夢想。樹屈神社其實已經有成140年歷史，出名嘅原因係因為呢度有好多特色嘅御酒可以買到，但係我哋預算嘅時間就唔係好夠啊，所以排埋隊買埋御酒已經冇時間影相啦。大家嚟嘅時候記得預鬆啲時間。哇！咁快札幌4日3夜嘅行程就要結束啦，希望下次可以介紹其他北海道嘅地方俾大家睇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